嗨，我係唔敢幻想嘅新導演，用 AI 製作一段懷舊視頻呢，會遇到一啲困難嘅。我係用過3個 AI 工具產生劇本定好咗嘅效果。下面呢，我會分享下當中嘅問題同埋操作上嘅步驟。要重現80年代嘅場景，首先係搜集咗一啲當時嘅相。我哋可以將個相先加埋人物，然後交俾 AI 平台去創造視頻。下面係用海螺 AI 做嘅過程。喺創作視頻嘅畫面上傳照片，俾少少指示就得。完成段片會發現景觀變動大嘅話，背景亦都會由 AI 生出好多不似預期嘅地方。視頻中除咗場景，一啲多年嘅物品亦都係好重要嘅懷舊元素。例如大富豪夜總會開幕嘅時候，放置咗一架仿勞斯萊斯嘅迷你古董車。我希望視頻中睇到架車可以走動，再重現嗰經典一幕。仲有當時好多客人飲非常名貴嘅路易13，同埋夜場中必備嘅第一代大哥大電話，呢啲物件都需要擺入 AI 人物嘅手中。第二部分就係將一啲物件加入視頻創作。我用咗可伶平台傳一張籃球嘅相，要求視頻中嘅少女攞住籃球，隨住節奏擺動身體，產生嘅視頻的確做到人物攞住物件嘅效果。不過要注意動作嘅細節，要講得詳細啲，否則效果會有啲落差。對口型係影片真實化最重要嘅一環，可伶及織夢都可以用。用可伶嚟做對口型，就要提供人物嘅短視頻，主要就係面容要清晰。講嘢部分就係先準備好音頻，喺呢度上傳。最後我冇用可伶對口型嘅片，原因係織夢嘅對口型更為自然。我將聲音屏蔽，大家可以睇到兩者嘅差別。我喺唔敢幻想呢個頻道發佈咗再會大豪城制服女神夜，係一個4分鐘嘅復刻80年代香港夜總會熱鬧場面嘅短片。4分鐘嘅內容既有 MV， 又要設計咗好多人物動作。雖然每一格畫面都係 AI 生成，其實都整咗4個月。唔敢幻想會有其他影片陸續推出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